世界教你，主說，哪一個聲音帶你走向生命？世界教你，忠忠直直，終須乞食，做人擔屎唔偷食，係傻仔嚟，醒目啲啦。主說，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，要刻在心板上，掛在額上，永不忘記。正直人的道路是平坦的，慈愛和誠實帶人走在平坦的路上。世界會教你，人哋咁做，你照跟就得啦，唔會錯記。傻仔，使咩諗咁多呢？聖經說，不從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褻慢人的座位。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這人便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樹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。喜愛真理的人，根植於活水之旁。世界教你，橫掂點樣都係要死，要咁長命做咩？不如早死早着啦，唔開心未自己了斷算啦。聖經說，人的死期無人能知道，救恩已經成了，叫一切相信主耶穌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愛在此就顯明了，叫一切信的人都得拯救，得永生。選擇生命，選擇慈愛與誠實。願平安與盼望常與你同在。